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2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总统赖清德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讲，若北京拍台湾，率日本、菲律宾等其他国家，卖正做中国的后一个目标。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宣布会实施投入新北市长的选战，强调那配合非常的重要。民进党的苏卡辉是表示，不管对手是啥，伊拢准备好了。有教练指控伫网前馆长开个健身房上班，被霸凌性骚扰，都逼伊离职。馆长是强调涉嫌的查甫教练已经被记大过。来看总统赖清德当时呼吁讲，立法院新的会期应该马上来优先处理各项特别条例。新上任的民众党的党团开记者会嘛，表示讲，因愿意和行政的版本互位，甲民众党团的版本并案来审查。国民党团嘛讲，伊嘛要提出家己的版本，重点会来要求美国着爱保证交会时间。另外，总统赖清德伫7日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讲，若北京拍台湾，率日本、菲律宾甲印度太平洋其他的国家，卖来正做是中国的后一个目标。总统赖清德在1接带领三军司令开记者会，向国会发声，要赶紧审查1.25条各项特别条例。赖总统7日接受法新社专访，强调台湾有必要大幅加强各项实力，搁示警，若准北京占领台湾，亚洲其他国家就是中国的一个目标。我们想要达到任何一天对中国来讲都不是侵略台湾的好时机，这样才有办法确保台湾的安全跟印太的和平稳定。这一版各项特别条例伫立法院卡真久，不过民众党团表态同意伫新会期开议了后，和正一版复委甲自家党团版本并案审查。不过国民党团当咧整合讨论家己的版本，强调部分期搁放话，上尾三读通过未是正一版，引起外界联想，可能冲击南北合作的空间。事情大家不要过度的曲解，也不用过度的解释吧。反正还有时间，大家不管是在我们的党内，或者是跟民众党，我们都会做充分的讨论之后，这个提出务实可行啊，也可以把关人民荷包比较务实的版本。那我们期待在新会期的程序委员会能够看到这样子的想法付诸实行。我也愿意当面向民众党的国防委员当面请益，大家好好沟通。国民党团表示，南亚版本将立法要求美国爱予咱实质具体交会基程保证，会甲北营沟通讨论。民众党团主席黄国昌预告通过未是正一版。若美国总统川普顶礼拜签署的行政命令，要建立美国优先军备移转战略，调整武器客户名单的顺序，优先考虑各项支出较悬、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专家认为，对台湾军购取得会有帮助。问题仍然不在于台湾是否被排在前面，而在于台湾是否已经让自己成为应该排在前面是理所当然的一个选项。就有评分析，条约应该优先予防卫预算通过，向外界放出战略信号，嘛建议台湾对美的态度要明确，和台湾正做美方无法度忽视的优判，才会当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股昨宏观是起超过500点，收伫33605点，台积电嘛收伫1915块，拢是历史新高。证交所昨嘛办宏观记者会，董事长林秀明表示讲，新的一档台股有机会挑战4万点。全年台股一直创下纪录行悬，那是以证交所今年元月上新的证券总开户人数1385万外人来计算，平均每一个股民赚245万。泰国很强，台积电、台湾之光。赚个小红包而已，没有就只有投 ETF 而已。包含加权指数，宏观的收盘是33605点，加台积电收盘1915块，拢写下史上收盘新高纪录。算一下全年的加权指数，全年大起10080.3点，期待达到上百条，也有股民平均赚245万。过去的这一年，尽管有一些惊涛骇浪，但是我们再次的展现我们台湾产业跟资本市场的韧性。看这台股行势，对2025年2月初三头一个交易日大落1023点，到4月初7，美国提出对顶关税，迄天大落2065点，是史上落上最点的。初九收盘17391点，是全年收盘上低点。4月28听讲，因为美国关税谈判有进展，今日台股重回2万点。到今年1月台股攻上3万点，2月宏观收伫33605点，也是收伫历史上新高的纪录。
去年降了3码，今年应该还是有机会继续降的情况之下，其实资金行情会透露出这部分的一个宽松的一个情况，对于整体的股市的资金的动能，其实会有蛮大的帮助。指数不可能一直涨一直涨，好，因为它这种情况就变成说急牛的方式会回档修正，会让你感觉像急熊。他对台湾的股市是很有信心，但是现在是在相对高档，如果我再买下去的话，会不会套牢在高档？台股要伫23开始，农历过年了后头一个交易日，到底2022年台股是毋是发到挑战4万点？专家分析要注意今年6月中真侪大厂伫 AI 投资，伊的营收是毋是也真好？那么就要注意股市可能会有修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动保处的处长叶坤祥，向指控讲私底下接受业者的招待冲不掉溪沙放水。高雄地检署伫月初发动搜查约谈，处长是以50万交保，业者200万交保，拢限制出境甲出海。叶坤祥嘛已经向调离主管的职务。我们动保处派员到畜牧场，然后被动性监测。徛伫议会，温温甲议员报告工作进度。高雄市动保处长叶坤祥平常时做人真热贴，就算是动保处的活动，也真少出现伫镜头前。不离过高雄地检署接到线报，讲叶坤祥敢若私底下接受宠物店业者的招待，对细数的业者放水，暗号机摕到特定宠物的英文机考。检方伫月初发动2摆敲催，同时约谈叶坤祥、业者甲相关的承办审议委员等5人。审问了后，认定5人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分别以5万到200万不等的金额交保。传唤相关被告与证人后，就叶姓及苏姓被告各交保50万、200万元，并均限制出境出海。根据了解，细数的业者是南部一间大型的连锁特定宠物店头家，因为特宠业的申请规定严格，所以就找叶坤祥来斗3工。检调查出，业者北方检举动物保护问题，叶坤祥事先甲客载项目讲互业者知，然后就安排姓吴的审议委员，伫咧审查的时阵放水互过关。李市府接到消息了后，也随甲叶坤祥调离主管职。市府强调会全力配合调查。本案目前已经在司法侦办程序中，为了维持动保处业务运作的稳定，原动保处处长已经调离主管职务，并由农业局许明章科长与动保处段副处长职务对调，并由许副处长代理处长，以确保各项业务的运作正常。市府表示，目前司法已经伫咧侦办当中，因尊重检调的调查，若是真正查证是事实，市府一定会依法严格处理。记者柯家族副小勇高雄采访报道。2024年5月开始，立法院审理立法院一款刑事法、佮有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等法案议场是发生真侪解的冲突，立委嘛互相相告。北检今仔是以涉犯伤害、过失伤害等罪嫌起诉，包括谢良介、郭建民、王宏维、林楚英、陈玉珍、林淑芬等10个拿入2党的立委。检方调查8场的艺术冲突，起诉国民党7个立委、民进党3个立委。虽然这些立委拢主张讲，因的行为是政治性的言论表达，也毋过检察官认为起卡动手，毋是必要的艺术听书，无受到言论免责权的保护。另外，洪明凯、齐卡心等4个国民党的立委是无妨起诉。再来看台北市的副市长李树川，昨是宣布讲，伊2月底会辞职，3月要开始投入新北市长的选战。佮讲拿配合是非常的重要。稍来有机会嘛会去拜访民众党的黄国昌。黄国昌嘛强调讲，因2个人是君主之争，佮讲伊绝对无要做副手。另外，民进党市长的参选人苏卡辉嘛表示讲，不管对手是谁，伊拢准备好了。备战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新北市市长人选虽然还未正式提名，不过经过现任市长侯友宜介入协调，会由现任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表态争取，强调当仁不让，顺势而为。李树川会伫2月底请辞，3月投入选举。当然，原本争取党内提名的老好人嘛，改做全力支援，小天作战。侯市长的这一个支持，对他8年的这个施政，说实在是值得我去学习。那也谢谢刘荷兰副市长跟这个侯市长的这个支持。我说过，川博不管在哪里，我都全力支持他。过去总是对李树川参选话讲要家己揽条条的蒋万安嘛决定放手，甚至笑讲要连新歌送给川爸。不过国民党人选敢是要拿背合作，话讲要做上强战队的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搁一届向大家讲有信心，家己是新北上好的选择。
如果假设是川博出现的话，我不会担任副市长。6都之中人口最多的，那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人就可以处理完所有新北市大小事。大家的面试官一样是400万新北市民，所以我从参选以来就按照规划好的节奏，陆战和空战并重，无论对手是谁，我们都已经做好准备。绿营这方面，民进党新北市市长参选人苏巧慧表示，会继续带新北队行入大家巷仔内，以公立各中小营养午餐免费等等的6大福利证件，争取更较侪市民支持。记者综合报道。立委陈廷辉要代表民进党选台南市长，之前伫初选的阶段，网络就有人成立陈廷辉后援会、非官方的名册社团哦。最近，所有人伫顶头铺文，在讲前行政院的发言人陈宗彦的病情。陈廷辉是认为真无应该，今仔去报案，要来告发文的人。民众看到陈廷辉日前甲伊互动翕相，一透早陈廷辉去台南正统绿里门新目标替活动赞声，除了拼说拍市长选择，嘛经党内大家候选人的声势，无影响伫网络顶出现，真侪咧破陈廷辉想要巴结伊，叫培种团用陈廷辉做主角，成1.2万人加入，煞互主角发现地，这原因是非官方的培种团内底有人写一寡口水的话，警惕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彦的病情。是因为过去你是针对陈廷飞，可是这一次你居然把陈宗彦，我相信大家都在帮他集气，希望陈宗彦要赶快好。可是呢，你却用这样的一个伤害陈宗彦的方式，然后呢去做无谓的一些这些抹黑，甚至是不应该做的行为，所以让我很生气。陈廷辉有拿公开作品背会，12透早10点，伊的助理嘛代替去甲警局报案，采取法律行动。本分局已受理报案，积极侦办中。我不相信，他真的是很好的市长，因为他服务很多年了，20几年了。陈廷辉强调，这个网络顶的社团已经发布真侪个消息，有好的言论，嘛有伤害造谣的，无论是伊家己也是团队，拢讲甲面册平台检举真侪届，即阵也阁有人挑工咧讲一寡伤害言论，即卖透过提告，希望司法查明对方真正的动机。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所谓发展部今仔是提醒民众哦，若要使用公共场所的 WiFi 还是 USB 的插座，要特别注意，因为骇客有法度利用假的连线来进行监控，还是讲伫 USB 偷藏病毒来偷摕民众的资料。手机的 WiFi 点入去，有真侪公共免费的 WiFi 提供予民众使用。毋过，所谓发展部就提醒讲，即马有真侪骇客会利用假的 WiFi。来诱拐民众点入去连线，有诶嘛会利用公共场所的 USB 充电插座，伫内面藏有毒的软体。所谓发展部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避免个人的资料流出去。官方可能叫做 Airport Free WiFi， 它可能就换一个字变成 Free Airport WiFi， 感觉都很像。基本上它是假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呢，你被他诱骗到去使用他这个假的连线，可能就会被他监控你相关的一个网络的一个行为。另外，民众伫厝内使用网络，嘛爱细腻。所谓发展部讲，有骇客会利用电子批含底性等等的方式，传钓鱼的资讯来骗民众的个人资料，甚至是钱。若要下载 APP， 嘛建议爱用官方的平台下载，避免用到假的钓鱼的简讯的传送。例如说，我今天政府要发放这个春节大红包喽，春节大红包，或者说是普发现金啊，这个很诱人，有没有？他就给你一个连结，叫你点进去。民众部分可能是要特别小心。假设你要安装像 LAN 或是 Teams 的一些电脑版本的话，那个相关的这个网址一定是要官方的网址才能够去下载相关的电脑版本的这个软体。所谓发展部表示，过年期间民众若有要出国，去到治安风险较悬的国家，建议莫用当地的e SIM，手机拢爱扎伫身躯顶。所谓发展部嘛建议民众，平常时手机就爱更新软体，甲定期重新开机，来保护家己的资料安全。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过年要去花莲台东旅游，也是讲返乡的人应该袂少。花东唱国台九线公路伫台东这边的道路阁还袂困垮，所以恐惊会塞车。公路局嘛伫关山各地上来提出替代的道路，警方嘛派人来指挥交通。
台东市林海路透早6点外发生一件那像是疲劳驾驶赛车，去弄到路边变电箱的意外。发生意外的旅行车是要回乡过年，车顶还阁有2个亲人，加在3个人拢无受伤。新正9日连续假期，就伫要到位啊！赛车有影爱设置，尤其台东县是观光地区，新正旅宿业平均的订房率超过70%，大部分拢是赛车旅游较侪。毋过台九线花东公路台东县的部分还未完成分化，部分的所在还在施工，估计新正可能会塞车。公路局已经规划伫相关山路野、相关的替代道路来消透车流。南海公路嘛取消施工的管制，伫开放的时段会当自由出入。每天的一个开放时间是早上的7点，一直到下午的2点是自由进出的。那下午2点到下午5点的话，这一个时段是只出不进。请因现场交管人员或三角锥排列指示方向行进。关山分局嘛呼吁民众，地上甲关山拢有专用的自行车道，请赛车的民众多爱注意，唔通影响自行车交通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目前馆长陈志涵开的健身房传出霸凌个性骚扰教练的丑闻，有受害者是指控讲，伊伫2024年甲2025年伫沙丁博馆个路酒馆受到骚扰，佮被抢自愿离职，伊向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申诉。馆长嘛表示讲，已经有记者查甫教练一支大告，劳工局嘛表示讲会来展开调查。民代杯受害人 A 小姐蔡指控馆长陈志涵经营的新结束和健身俱乐部出现集体霸凌、性骚扰女教练的代志。A 小姐指控2024年7月，伊到沙丁堡职馆来任职，去店长追求，伊拒绝了后，工课就去用挑战，身心受创，佮去用逼得签主管离职书。2025年5月，伊到罗州馆来任职，无想到佫是恶梦一场，佫一届拄到检举性骚扰，嘛佫去用逼得签主管离职书，互伊精神状况恶化，引起惊吓症，爱去病院会诊。馆长说他已经做出了惩处，可是我是非常傻眼的，就是好，这些惩处跟我有任何关系吗？你爱惩处不惩处，跟我关系吗？这件事情有被解决吧A 小姐不满代志到当无得到任何一句实例，一直到代志伫网络传开，新结束hạn伫今年1月才成立性骚扰调查小组，通知当事人。A 小姐是以身躯无爽快，无到场。馆长伫咧12早起透过直播回应，讲公司已经有处罚对男教练实施性平教育课程10点钟，记代告一支，警告函一封。我们现在把所有程序都做完，做完了之后呢？之后如果他再犯，公委听嘛，现在的法律就是这样，我们才可以依法去开除这个人。等于从2024年至今，只有在从网络上这件事件曝光之后，成吉思汗才为了舆论的处理介入调查，所以非常事实明确，他们就是正式的触犯了法规。馆长强调一切依法处理，不过民代这期新结束hạn代志闪了一档，等代志开始发酵才开始处理，已经违法。A 小姐嘛决定向新北市劳工局申诉。应该是近期才通报的，因为他们上面写的是1月份才接获 A 小姐的申诉，那当然这也是劳工局要去厘清的一个重点啦。根据性别平等工作法，雇主接到申诉或者是有听到发生性骚扰代志，拢爱采取马上有效的纠正甲补救措施。啊，若劳工局表示，除了查明规件代志的经过，卖调查馆长是毋受消极处理，若有违法上当，会当罚100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76岁起开始，目前抢家顶真侪案件，嘛封关超过50档哦。伊捌倒家几啊届是真罕见的记录。伊伫几档前封放出来，张焕仪是团伊出庭作证，又搁查到讲伊封放出来了后，佮涉毒品的案件受到通缉，当场嘛封送地检署。起开始嘛封叫做是倒家大王，捌10届倒家，成功8届哦。伊封关出来了后，嘛经营社群，嘛捌分享伊倒家的经验。这届嘛，因为出庭作证，互查出同一个身份，佮互警方抓起来送台中地检署。国际新闻，咱来看，俄乌战争嘛已经拍4档咯。乌克兰敢会办总统大选呢？金融时报是指出讲，美国亲像有施压乌克兰，要爱伫今年来办选举。也毋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拒绝，嘛强调讲，除非停火，佮会当来保证安全。无战争的时，哪有可能会当投票咧？罗西亚是佮继续发动无人机的攻击，这届嘛只救出一个有心的妈妈。
一栋人家厝伫咧轰炸当中着火，迄时厝内住一对翁仔某甲3个囡仔，厝边时伫甲土角乌河开，甲有心的查某人救出来。不过各样的翁婿甲因2个囝拢不幸死亡。哈尔科夫边境城镇博霍杜西夫11暗时互罗西亚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空军表示，罗西亚射129架无人机，其中112架轰击落来，不过其中1架造成一口罩5个人严重的伤亡。 Одна дитина ще плакала, але до дитини він вже, на жаль, не встиг дістатись, діти загинули. Жінка була відправлена до лікарні, їй надали там першу допомогу. Зараз вона перебуває в жахливому стані. 这口罩为着闪战火，才打搬来遮，想要到所发生悲剧。当地政府嘛宣布，规个城市哀悼3天，人道援助团体嘛协助居民修理害去的厝。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伫咧美国甲中立国进行谈判，而且拒绝前往罗西亚也是白罗斯。伊呼吁美欧就要团结，甲罗西亚施压，若无这场以安全为主的停火甲大选，恐惊会一直延前。 Ми переходимо до виборів тоді, коли є всі відповідні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Третє, я завжди казав, що питання виборів підіймають ті чи інші партнери України. Сама ніколи не підіймала, але безумовно ми готові до виборів. Я казав, дуже просто зробити. Зробіть сісфаєр, будуть вибори. Тобто це питання безпеки. 2022年，罗西亚入侵了后，乌克兰就实施戒严令，选举全面停止。不过，泽连斯基总统的任期到2024年就已经满，罗西亚一直质疑伊的合法性。根据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政府会当伫2月24宣布举行总统大选，甲和平协议公投，甚至传出。 美国政府施压，要求乌克兰要伫今年5月15之前举办总统大选，若无美方承诺的安全保障可能会有变数。不过，泽连斯基否认这项传言，强调选举的唯一前提就是确保安全，要达成安全真简单，就是先建立停火协议。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 柬埔寨公开最近一几礼拜打击跨国诈骗的成果，当局表示讲已经抓到200外个诈骗中心哦，嘛传媒体参观其中的一个，设备又是真齐全，佮有警察局的场景。当地政府嘛表示讲，因会伫4月进前哦，来清除所有诈骗的据点。 对玻璃窗看入去，天棚已经落落来，佮有几排电脑，桌仔顶佮有教人要安怎共变钱的物件，佮有互人摕来敲电话用的假音亭，甚至有假警察局甲银行的报警，现场是乱吵吵。会当想到警察讲入来迄当阵，大家是走甲偌尔亮背的。ក៏ប៉ុន្តែនៅពេលដែលគាត់ចេញគឺយើងបានដាក់កម្លាំងដើម្បីហុំព័ទ្ធទីតាំងអញ្ចឹងទាំង31អគារនេះ គឺនៅបន្សល់សម្ភារៈដូចជាកុំព្យូទ័រនិងទូរស័ព្ទនៅតាមអគារទាំងអស់នេះពីព្រោះយើងអត់ទាន់បានធ្វើការឆែកឆេរទេ 路透社记者月初伫咧泰国甲柬埔寨边境一个去用抄的所在，看到一个文件，有一个73岁日本退休人士的资料，有伊的电话号码甲银行的存款，佮有另外一个讲家己去用家暴的美国查某人。啊，那路透社记者联络这个日本的退休人士，对方讲伊是接到电力公司的电话，警告伊若无提供银行的资料，就会去互断电。啊，伊虽然无汇款，但是对话的时阵却将伊家己的资料漏泄出去，这实在是互伊足恼的。 啊，全球的诈骗产业链已經騙上10億個美金，這屆嘛是真罕見，讓大家會當看到內底模樣。កាលកំណត់មួយជាក់លាក់នៃការបោះសម្អាតបណ្ដាទីតាំងទាំង compound scam ក៏ដូចទីតាំងផ្សេងទៀតដែលលាក់នៅតាមបណ្ដាលំនៅឋានរបស់ប្រជាពលរដ្ឋ成功將重大跨境赌詐犯罪集團頭目陳志從柬埔寨金邊押解回國。這幾年東南亞正做全球網絡詐騙的中心，大多數攏是中國的犯罪集團的營運的，甚至有人口販運的受害者正做是員工。這據點佇咧柬埔寨、寮國、菲律賓、泰國甲緬甸的邊境攏總有。泰國佇12月空襲，也個經過柬埔寨打擊行動了後，超過10萬人離開。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 過來消息來看，宜蘭縣五結鄉的利德焚化廠今年是編4300萬的回饋金，卻因為地方超未平，所以這筆預算轟動結束。五結鄉民真不滿，今仔嘛去抗議。環保局最近有公告新的辦法，也毋過五結東山佮有蘇澳的民意代表嘛是真無滿意。環保局是表示講，會閣繼續甲議會來溝通。
到分法场举被捕条宜兰5个乡民不满今年县政府编列4300万的分法场花卉金，因为新的花卉比例超袂好势，互县议会冻结。顶个月到分法场呛讲要互本社无法度进场，经过环保局沟通，暂时解除围路的危机。环保局最近嘛提出新的花卉金修正草案。 兼顾在地诉求跟邻近区域的期待来做这一部分的修正，那我们也希望可以获得议员的支持。环保局表示，草案公告了，已经伫县议会通过审议，搁送县议会审查。根据新法，环保局甲分法场本地处理一栋花卉200块，提悬至300块；如果花卉预算会对4300万，提悬至6600万。搭档加出来100块，50%花卉5个村里，剩的50%互东山、苏澳等等的乡镇。因为20年前200块。 你即马可能过签了，即马过签了嘛是过20年，啊，那有可能过20年嘛是过200块。我坚决反对啊！哈，反对讲啊，其他的乡镇哈，要来分咱的五节乡吼既有的回馈金。 得到花卉的5个村里愿意接受新的花卉方案，不过部分民代认为，其他的乡镇来分花卉金实在无合理，无接受新法。东山、苏澳这新得到花卉村里的民代嘛认为本地的金额伤少，无满意新的花卉方案。结果现在增加的部分五节乡也拿了50%。当然希望说县政府也要重视。 我们其他乡镇受损的情形。面对议会反对压力，环保局强调新的修正草案会兼顾5个在地甲新花卉区的基态，会伫县议会充分甲民代沟通，互新的花卉方案较紧伫县议会审议通过。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秀林乡委托国立东华大学办山系导游的培训计划，嘛已经有10个部落青年通过检定了。伊嘛是真正是花莲头一批受到完整制度培训的山系导游。 慢慢走，慢慢走。山丘内伫善好的山区，学员必须爱伫低温的环境保持自信。毕竟想要做一个山系向导是无简单，体能、地图判位、野外求生等专业知识都必须爱有。真的很辛苦。从开始学科训练一直到实作，我们实作2次，一次到新城山，也是一样。这2次的实作都是在下雨中完成的，不管是紧急救护、吊挂。 或是诊所，要摕到山系向导证照是无简单，学员必须完成48点钟的专业训练，完成8点钟急救认证，通过检定后，佮必须完成严格的实习，才会当正式摕到证照。他们是在非常艰困的一个环境里面完成的所有的训练，包含了最困难的绳索、地图判位。那希望在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之后，可以让他们未来有一些。基础的状况之下去带队。这场秀林乡公所委托东华大学办理的山系向导培训，目前有10个学员通过认证。这象征部落山系向导已经渐渐脱离英国拢是外部团体主导的歹地步，对未来主管区部落的经营真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警方伫去年底抓到一件诈骗诈骗集团是爱被害人买400万的黄金。然后的头家感觉怪怪，随同报警察，警察嘛设局嘛顺利抓到2个嫌犯。刚刚第一次问你，为什么不讲？穿白衫的查甫人坐伫涂骹，双手用手铐绑咧。伊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原本要向被害人摕黄金，结果去互警方抓。去年12月底，有诈骗集团甲被害人讲，伊涉嫌刑事案件，爱管制口罩，要求伊去买400万的黄金。然后头家感觉怪怪，就通报警方。警方提假黄金交易，抓到诈骗集团的监控手甲车手。因为我没有提款卡，也没有什么那一些卡都没有，然后就说不然你就要去换成金条，这样比较好交管。就是从他的言语跟那个听起来就怪怪的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是觉得不太正常，对，然后就跟警方联络这样子。因为黄金这一阵仔价值起落大，拄好诈骗集团叫被害人买的时阵，一件16000外，结果趣味的是，被害人本来无咧投资，结果后来黄金价值起到19000外，互被害人料想袂到的是400万的黄金现赚20万，真做头一件诈骗刷赚到钱的案件。今那个时段就是很多人在买，然后临时也没有货，然后后来就是还要再等，所以在等的期间我就发现问题。不但成功拦阻民众免于遭受，也因黄金的价格飙涨，让原本
要被骗买黄金的受害者，因而小赚一笔。屏东警察局12嘛保障这银行业者协助警方盗掠诈骗集团，当事人后的头家嘛有出席。警方表示，希望透过公开保障和检讨改进，鼓励日后各银行业者做伙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人力银行调查发现，讲若要旅游，有8成的民众会选择出国去耍，因为大部分的民众是认为咱国内饭店伤贵咯。今年观光署嘛要拼900万人次观光客的计划，要透过咱台湾正特殊的板道的文化来吸观光客。陈小姐当咧抽出国旅游的机票，嘛分享家己伫咧国内旅游的感受。伊认为伫咧国内耍贵松松，嘛有一寡无好的经验，所以转向出国旅游。伊认为比伫咧台湾耍更加会好。如果你要找很便宜的联航，你有抢到，其实可能就是高铁台北高雄的来回价。那曼谷因为住宿非常的多，所以在台湾同样价位的预算考量下，你可能相比之下，你可以租到比较好的房系。有人力银行调查，若是伫咧同款的预算条件，有80.3%的民众优先会选出国旅游，敢若19.6%会选择伫咧台湾耍，而且有8成的民众感觉伫咧台湾过暝收贵。不过人力银行的调查嘛显示，会选国内旅游的民众认为游玩有语言会通、交通方便等等的优势。大家对于国旅最不满意的地方哦，第一就是觉得住宿的价格太贵，再来会觉得景区哄抬物价，还有停车费很贵，停车也不容易。同时啊，大家觉得平假日的价差过大。观光署嘛指出，其实价销逐年拢有咧下降。2024年平均过暝价销是2960块，不过伫咧2025年有降到2635块。为着要达成2026年来台湾的旅客有900万人次的目标，观光署也结合本地文化，增加南北旅游交流。除了北部外，观光署也跟中南部的地方业者加强合作，强化区域分流与接待量能的准备。观光署也指出，今年有机会达成目标，而且有可能超过来到930万人次。希望透过台湾特色带动台湾旅游。记者陈亚轩、曾俊佑台北报道。要过年咯，花市是真热闹。中华产买业者就表示讲，以早过年红色花上受到欢迎，也毋过今年黄色金鸡仔个菊花上侪人买哦。业者讲，可能是金仔大起价，嘛带动金色花材是卖甲抢滚。花市即马长热闹，有红色喜气的菊花花、圆圆意思的绣球花，佮有代表兴旺的旺来花。都要过年咯，全台湾花市买卖的大产地中华田尾乡，这吊饰的盆栽拢已经上市，都不少人趁年前来买。我有考虑那个亮亮的啦，对啦，招财的。是啊，是啊，是啊。金桔啦，我妈好像想买金，都会多看啦，不会说都只买某一个。有人爱喜气啊，有人爱较黄啊，较袂如那金条咧。参买在地原价业者表示，因过年节拢是红花上受欢迎，但是今年黄色的盆栽饲草特别好，亲像金桔仔、黄色的菊花花、红杏子、卡拉花等等销量好，卖价用要无货。业者指出，可能是因为即马金仔好价，带动大家来买黄色的盆栽，金毋啊金毋，袂输是金仔的感觉。今年有一个做无共的趋势吼，都是黄金色的特别人爱吼，比如芥仔即马黄啊嘛。哇，迄黄金色的，啊，咱菊花吼，真侪色，偏偏都是咱这个黄金色的吼，上侪人爱吼。到尾再想想，应该甲黄金起大价有关系啦吼，金黄的吼，身价不一样。业者表示，年节买花毋那是为着装下厝内迎新春，卖当看出民众对来年的期待。今年黄色盆栽销量上好，除了上顶富贵招财，也反映出市场景气甲投资的话题。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过年我们若帮厝邻的人点光明灯来求平安，动物伴嘛需要。来看嘉义的新丰庙，因就推出讲替宠物来点灯，就送主人光明灯哦。新丰庙嘛表示讲这个方案已经推出3档咯，现全台湾各地有不少的信众专门来替因的动物伴点灯。像你看展览这边，我们现在点宠物灯嘛，好，那就送平安灯，就光明灯，好，所以就送在你这边。民众趁过年进前来到庙里点灯，希望新的一年会当平安健康。只是点灯的对象是厝内饲的宠物。我个人我觉得狗狗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也是我们的家人。对，那我从那个桃园的青埔下来，刚好回娘家，就一起帮我们家小朋友点一下平安宠物灯，让他保一下平安。
家己新湖庙三当前就推出在中部点灯的服务，庙门外口就挂布条讲，主人在中部来点平安灯，庙方阁加送主人光明灯。有民众看到布条，感觉真趣味，讲原来买一个送一个，主人才是送的迄个。香客他们都觉得说嘉义城隍庙啊太佛心了哈啊，除了宠物以外，都能够还能照顾到我们主人，所以说啊那个北部的都有来包计程车啊，都有包整个游览车过来，整个啊30-40个都来点宠物平安灯。动物的光明吼啊嘛会使互咱吼做少年的吼嘛有够。加伊的光明灯，也是讲太岁灯安尼，哦，所以讲一兼两个，哦，望咱兼这个，所以讲这是真好的代志。庙方指出，为推测这个服务较大，计共已经有超过3000万位的信众伫遮替中部点灯，旧历1年就要到啊。民众替新的一年点灯保平安，嘛会顺着替厝内中部点灯祈福，拢是希望规划伫家己身躯边的中部会当平平安安。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消基会针对1万个社区300万用户使用的一款智慧生活 App 来进行测试哦。虽然这 App 是有相关顶级资安的认证，也毋过实际检测，所有16项无通过，用户恐惊会有资安甲个资外漏的风险。不管是包括代收、缴费通知，还是家电维修仪药等，拢会当利用手机App 智慧社区平台一站办得好。不过消基会最新调查发现，这款智生活 App 有资安的问题。业者虽然讲已经通过 MAS L3 最高等级资安标章，不过实际检测有16项无通过，恐惊予1万个社区300万住户的个资互人知。把这个用户的一些电邮手机号码那它这个执行完之后呢，还留存在这个手机的这个记忆体里面。消基会甲司法部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合作，针对智生活的 App Android V4.1.0 加 iOS V4.2.0 版做测试，发现停息码甲日志动无落实加密也是清理，还可真好偷摕手机的敏感资讯。另外，交易时阵欠缺再次验证加风险的保护，工业者会当假做界面拐丢掉，偷摕金流权限。管理部分运输宣告无齐全，消耗连线会互人急起的风险。因为资讯安全没做好其实整个你就跟吃到不良的食品你会拉肚子，你的资料会被泄露，你的隐私啊，还有可能你的手机或电脑你会被受害。资安的部分，我们有申请通过是 MAS 的标章，行动应用通讯这边的标章。然后另外的话，我们也有主动送检的是国际标准的 ISO 27001。那我们今年的话，27001跟27701也都已经有通过认证。业者回应指出，会定期检视资安防护，确保用户的安全。消基会是建议政府应该针对高风险的 App 实施年度无定期检测。若是有 App 通过检测了后，短时间内发生重大漏碰，应该追究实验室检测无实在责任，搁撤销业者资安标章。上重要是爱建立公开透明的确实通报机制。记者采访报道。最近一出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票房嘛已经冲破5亿3000多万咯，敢若阁输海角7号。有真侪观众是看甲真感动，嘛小介互因的亲戚朋友。文化部长李婉嘛讲，伊嘛看甲流目屎哦。这出电影过年会阁继续演，所以票房是真有机会会赢过17档前的海角7号。你是监狱啊，根本不适合养小孩。你也说了，3岁之前我都还是可以照顾他，不是吗？互人哪哭哪笑的国片《阳光女子合唱团》口碑是愈来愈好，民众都会到相报，建议伫要看电影之前爱先传好卫生纸。就是我看到每个人他们都有哭这样。有没有带好卫生纸啊？有，我带好几包。带几包卫生纸？我带4包。国片让17档大洗牌，根据统计，目前《阳光女子合唱团》票房已经突破5亿，伫咧国片票房排行顶面已经超过西迪库巴咧。迄几年咱做伙录的查某囡仔来到第2名，离冠军的《海角7号》的5.3亿，搁差一寡寡。他一定会在过年就破了这个纪录。这个电影我看到一个地方，我歌声一响起我就哭了。刚开始他们的票房没那么好，是因为遇到这样一个文化币的一个助力，他们整个就起来。文化部长指出，这几年国片的市场是愈来愈热，对2025年的角头斗阵的96分钟，连续创下2亿的票房。到年底的大王棒球纪录片冠军之路，拢有真好的成绩，显示咱的国片市场当咧进入一个类型多元、佮受欢迎的正循环。
去年过年无国片，今年过年有上少2支，第一支是功夫啦，还有另外1支是双喜，个阳光女子合唱团总共有3支，会当讲有3宝国片3宝伫这贺岁的冬季内底。影社业者表示，趁这波国片热潮真看好，伫咧过年期间会当和民众共同迎来台湾国片的黄金年。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再来看台湾头一个家己做的卫星的车系福卫百合的头一粒坐毗邻卫星，伫去年的11月底成空哦，今年1月开始接受影像。国家太空中心暂时电视头一批处理好的影像，咱嘛做伙来看卖。经过2个月一直操作到后前，国家太空中心赶伫农历过年之前公布坐毗邻卫星头一批5张卫星影像。台南安平鱼林码头区域清楚看到渔船开过水云，高雄县达港区域因看到淡水甲海水水色无同甲波纹，船只激起来，这个烟火也真清楚看到。福北位伫德科的旧厝塔萨。日本东京国立竞技场厝顶的标志，明治神宫棒球场的青色草埔甲蓝色观众席，西班牙巴塞隆纳机场天气屏顶面的无人机也看得真清楚。经过了8年的奋斗、努力不懈，从2米走到1米，看起来好像蛮简单的，其实它中间的技术层次的提升相当的多，台湾在太空光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塔萨讲，经由美国军方常常用的影像判图解析力的标准验证，确认原始影像解析度符合1比的规格。经由影像后处理的技术，进一步来提升到0.7比的超悬画质。另外，影像清晰度甲深造比率拢比原始的设计较好。台湾已经完全掌握1比解析度光学卫星的能力，能够在防卫和防灾上为我们守护家园。影像成果也能援助友邦，帮助世界。福北计划主持人刘小晶指出，坐毗邻卫星也拥有全球解析度上悬的红边波段影像，应应用在精准农业，也有森林的监测。叶绿素浓度还有植物的生长纹理，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所以对于侦测红树林，还有附着藻类等生物，能够更精准的判断。坐毗邻卫星达成并且超越预定的任务，刘小晶讲已经准备好往下一个阶段，也就是原始解析度储备迈进，也让福北的第2粒卫星的组装完成，预计2026年底在 SpaceX 火箭来升空。记者综合报道。无路用的蚵仔壳会当安怎来利用呢？法国有一间公司哦，佮甲蚵仔壳重新来处理，用来做肥仔，还是讲铺路减少粪扫，咱做伙来看卖。摕设计刀将蚵仔乌菜食，这是法国人伫咧过节时，厝里一定会传的好料的。每一个人一当平均消费大约24粒蚵仔。不过过节了后，剩一大堆的蚵仔壳，敢会当当作粪扫掩埋，也是烧掉处理，所产生的废物粒和二氧化碳的数量嘛，侪介惊人。外国媒体法兰西艺术报道，法国每年生产15万吨的蚵仔内面，有95%的蚵仔壳拢互人提弹掉。敢若对蚵仔养殖场到卖互客户进前，就爱先经过一轮的筛选，其中10%的蚵仔最后会因为品质无好，互人淘汰。敢若这的汤壳就已經斷干那山。We're going to tap them against each other. When the sound is clear, as if you were tapping two stones, it's alive. If it sounds hollow, you can see that this one is a bit broken. We'll throw it away. 即摆有一间新创企业甲蚵仔养殖业者合作，回收这的废弃的蚵仔壳。因会将空壳先运送到离养殖场大约1点钟车路的工厂，采用中国的设备将蚵仔壳洗清气，研磨出粉了后，再搁重新加工做成肥仔。将蚵仔壳做成肥仔的灵感来自蚵仔壳内层，亲像珍珠同款的色水。新创企业请陶艺师将磨成粉的蚵仔壳染染涂，用手工做出真有海洋特色的碗盘，受到米其林星级餐厅的爱用家赞赏。This is one of our oyster-shaped dishes. It's a hit with chefs. As we developed our porcelain, we started running all sorts of tests. We discovered that oyster shells had so many qualities and properties that had been ignored. 另外，蚵仔壳阁有会倒水的特性。法国城市莫莱夫里耶就利用蚵仔壳车阿蒙涂来铺设道路，也是停车场，和雨水会当较紧射入去地下，达到节能减碳、都市降温、海面城市减少积水等永续的目标。符合永续发展的 ESG 精神。You're walking on pavement made with oysters.
30% oyster shells. It goes right through it and then disappears into the ground and into the aquifer. This is what happens on the asphalt. It runs off. 那让蚵仔壳铺设路面，对城市减少排碳嘛有利。不过比起用淡仔甲铺设路面，成本是淡仔甲的3倍，和蚵仔壳伫道路的运用也无法度普遍。去年这间新创企业回收的蚵仔壳达到4000吨，未来几冬企业打算继续增加回收量，达到4万吨。只是目前企业合作回收的蚵仔壳来自蚵仔养殖业者，一般家庭单条的蚵仔壳也是歹统一回收。公司新闻陈时栋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华东地区上低12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